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港国趋势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卢尚如。新闻头一条，咱先来看罗西亚总统普京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初三参加纪念日建胜日80周年大阅兵了后，遂开始会谈。金正恩表示愿意帮助罗西亚来解决任何困难。也那普京是伫咧记者会有讲，若总有机会会和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见面，也毋过爱伊亲身去到罗西亚。 当年参加纪念日建胜日80周年大阅兵了后，罗西亚总统普京甲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坐间谍台车去钓鱼台国宾馆会谈。这是金正恩将团起来第一摆参加重大多边场合，也第一摆甲中国罗西亚领导人共台。双方在会谈中针对加强合作表态，普京也俄罗北韩部队不甲罗西亚军队斗阵作战。 아까도 말씀드렸지만 내가 당신과 러시아 인민을 위해서 할 수 있는 것이 있다면 또 해야 되는 것이 있다면 그 형제적인 그 옹으로 우리가 감당해야 될 옹으로 간주하고 모든 걸 다해서 도울 용의가 있습니다. 紧紧的韩检判北韩会议去年已经派差不多15000的士兵，佮向罗西亚提供飞弹甲火炮支援。 普京了后伫北京举行记者会，讲到甲乌克兰局势，伊表示袂用领土来交换，换出乌克兰安全保证，也认为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应该去莫斯科甲伊会面。Можно, я никогда не отказывался от этого, если эта встреча хорошо подготовлена и будет вести к каким-то позитивным, возможно, результатам. Кстати говоря, Гомель попросил меня, если возможно, провести такую встречу. Я сказал, да, это возможно. Ну, в конце концов, если Зеленский готов, пусть приезжает в Москву. Такая встреча состоится. 除了甲金正恩的会谈，普京阁参加上合组织相关的活动，阁甲多国领导人互动。伊阁强调，上合组织毋是针对政府一边，是用合作做核心。 Шел с ним призван кому бы то ни было противостоять. Мы не ставим перед собой такую задачу. И я хочу обратить ваше внимание на то, что в ходе дискуссий, в ходе двухсторонних встреч никогда, ни разу за эти 4 дня не возникало ничего, что можно было бы назвать конфронтационным началом. 普京甲金正恩伫北京会面，有那顶现相边密切关系，也释放出对外界政治信号。今麦金正恩可能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相边会谈，甚至传出希望举行中欧朝3方会面。国际社会咧高度关注这3个领导人的互动，甚至进一步挑战今麦国际地势。公司新闻陈慧珍报道。 中国昨举办阅兵游行，美国总统川普有透过社群平台刊文恭喜，不过伊嘛敲说北韩罗西亚筹备计划想要来对抗美国。有专家就认为中国这届阅兵威权的领袖拢出现，是要展现团结来对抗西方。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罗西亚总统普京前后行航坦，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握手致意。三人正罕见伫中国93阅兵游行顶悬斗阵翕相。无受邀请，美国总统川普透过社群平台发文恭贺以外，用词也正口说。 川普声祝贺习近平主席甲伟大中国人民度过一个伟大永久的庆祝日，请代我向普京甲金正恩致上上诚挚的问候。在恁密谋对付美国的时阵，佫强调美国伫二战期间为帮助中国付出真大资源甲血，希望这美军的奉献应受中国应该会致敬甲纪念。 这摆阅兵包含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等真侪位权威国家领袖拢参加，特别是中国、罗西亚、朝鲜、伊朗4国领袖做伙。和华府战略专家叫做动荡决心的联名已经形成，这活动展现团结对抗西方国家的意思。路透社分析，北韩领导人顶一摆参加中国阅兵活动是伫1959年，迄时阵是北韩国父金日成参加活动。对金正恩来讲，这摆阅兵是参加过规模上大的多国外交活动，也暗中提供机会去扩大外交圈，得到发展协武的稳性支持。特别是这摆到中国，佮带查某囝金主海，这是金主海第一摆访问中国，也是伊第一摆伫国际重要场合出现，佮一摆引起外界认定。北韩未来接班人上可能就是金主爱。数十位国际政要。 除了北韩，罗西亚领袖也有北夫哈萨克、巴基斯坦等领袖代表参加。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原本因为国内示威军甲促销参加，却临时决定无要参示威的动乱，来到北京参加阅兵。
另外，印度总理莫迪一媒报道，莫迪在活动目的是庆祝对日抗战胜利，为无要伤害日本，所以甲代表团拢无出现伫阅兵游行的现场。公司新闻陈时东报道。刚过初三军人节，总统赖清德主持中烈士祭拜，强调台湾人爱和平，纪念仪式未假清。另外，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也去到中正纪念堂致意，伊强调当年对日抗战是中华民国的国军，唔通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93军人节这一天，赖总统早起来到圆山中烈祠担任主祭官主持求祭典礼，小有总统甲5位代表担任陪祭。伫走国歌的时阵，徛后边的立法院长韩国瑜喙形明显，赖萧两个人是比较较斯文优雅。了后献花恭祝祭文，总统带众人行三鞠躬礼，最后是向烈士遗族代表致意。同时阵，赖总统嘛伫面册发文，讲台湾人民爱和平，袂野庆纪念和平，是少年先烈甲历史的价值。相信手内武器是要保家卫国，毋是要侵略扩张。亲党主席宋楚瑜嘛带党公职干部甲民众来中正纪念堂向国军先烈致敬，对中国挑工伫同一天阅兵，伊真慎重严肃强调讲，当年抗战的是中华民国的国军。真正抗战胜利的主力部队是中华民国的我们的国民革命军。历史的真正的那些故事，不容任何人去抹杀和篡改。我要向大陆上也提出一个建议：展示军力不是炫耀武力，要去讲清楚，尤其是要告诉台湾的同胞，大陆上绝对不会用武力来解决两岸的问题。陆军司令部嘛伫军人节前前推出形象影片，新变变的陆军，展现 M1A2T 战车海马斯多管火箭的训练画面。除了展示新武器、新装备，甲实践化训练的阶段成果，陆军嘛强调讲，目前面对敌情严厉的威胁，陆军当时转型甲挑战并存的关键时刻，会一步一步做好战备甲整备。来突避防卫作战的能量，建构合作的战力。记者综合报道。咱的陆委会伫咧中国宣布阅兵了后，就经过真济摆哦。那是台湾艺人佮转发统战的文宣，上当时发50万，也毋过也是有真济艺人来转发中国阅兵的文章哦。陆委会初步了解，这相关的大部分内容是无牵涉到降低国家地位，也是宣扬用武力改变中华现状的。我们现在画出来的这2个红线去唱和要消灭中华民国国家主权，或者是矮化国家主权。第2条红线就是去唱和武力用武力的方式来解决政治争议陆委会昨摆发出警告，中共93阅兵期间，台湾艺人若阁出现配合中方宣传矮化、消灭咱国家主权，会依法处理。不过，中国官方媒体用时初3发文，强调93胜台阅兵爱斗阵铭记历史，包含司机吴匡林、伊令晶、吴其良这10外位台湾艺人拢有转发。演艺工会协到解释讲，其实伫对华发展的艺人有真侪无奈所在。我是认为这个是要不断的提醒跟不断的宣传。你也知道，艺人就只有靠舞台嘛。那如果那边给他更多舞台，那怎么办呢？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根据这个文章内容，陆委会也到底来进行资料收集甲分析，初步了解认为也无牵涉减损中华民国地位，也是宣扬以武力改变两华现状。不过也呼吁全体国民甲知影政党爱认清中共举办阅兵的意图。民进党的很多的立法委员，或者说民进党的好朋友伙伴们，自己也在中国大陆这边以中国台湾来去做生意，以中国台湾来去赚人民币。那请问？陆委会要不要一并也警告，不断的用抗中保台的这张牌来打压异己？这件事情民众都看在眼里，都是觉得是双标的行为。政府之前已经多次的呼吁艺人要该考虑这个社会的观感哦。那针对这个陆委会的表示的部分的话，其实我们也尊重陆委会的说明。民进党方面只是表示尊重陆委会依法处理，国民党是强调依法行政伫两华交流是相关的原则，也是上基底线。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咱来看天气哦。原本伫咧琉球东边海边的热带性低气压，今仔日2点是已经变做今年第15号风台比北，打算这2天会通过日本，所以旅客就要较注意这飞行机航班的消息。咱来看云图。今仔日台湾天气也是较无稳定哦，尤其过到西半部还有东半部山区对流云系发展是较旺，然后亲像西半部山区也有南部瓦山的平地，过到是有可能会上大雨。也若无雨的时阵，这天气也是真烧热，各地高温普遍是32至35度。各位上新的研究报告显示哦，花卡蚌是南部天高热上主要的碳白蚌。伫咧去年就发现讲，这花卡蚌伫咧云林北港生态，打算是15年后，这花卡蚌就会出现伫台中、花莲等地区。另外，这花卡蚌原来是会坐车上北哦，所以人较侪所在也要来注意。高雄市环保人员伫大溪小巷甲小台环境喷消毒水，因为今年本土天高热，累计有12例拢伫高雄市。为着防止天高热疫情扩大，国卫院上新研究发现，花卡蚌原本是南部天高热主要传播源，甲北部的白沙版本属性无共。也毋过去年伫云林北港发现花卡蚌繁殖碳生后代现象，显示有向北刷动的趋势。埃及斑纹的寿命比白线斑纹长。它又相对白线斑纹比较喜欢室内，它会就是叮很多人，所以它传播登革热的能力又比较强，所以有埃及斑纹的地方就要花更多的心力去对抗这个埃及斑纹。郭卫院表示，这份研究是利用气候模型来估算，结合白雾蠓伫台湾分布甲气候资料，包括气温、湿度、雨量等，估算蠓仔会出现伫倒一寡所在。随气候变迁，去年伫云林北港发现花卡蚌的踪迹，估算2024年进前，适合花卡蚌生存的县市可能增加台中甲花莲等地。另外，报告也指出，板桥车站甲新乌日车站较会发生花卡蚌随北上列车刷动到北部的事件。所以交通中心也爱定期监测。地方单位如果有发生病媒蚊子上比较升高的现象的时候，他们就会去动员，会去做资生源的一个清除。疾管署强调，天高热是环境病，尤其目前当时天高热流行季节，加上最近天气高温，调有过到了后落雨，有利白雾蠓滋生，传播风险增加，呼吁民众爱主动清除，节水用气，落实顺道清路，才会当彻底阻断天高热的传播路线。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今晚热天定超过35度，莫讲大人袂堪，一囡仔嘛实在袂掉哦。有民团和学者就去公园调查，发现这囡仔在耍的沙啊，还有其他设备，平均是拢有60度这么烧。民团就呼吁政府应该爱提供囡仔安全的户外环境。内政部是讲会配合环境部来规划公园杂质的措施。面对气候的危机。根据卫福部今年5月至8月的统计，全台湾18岁以下的儿童因为受到热伤害去看医生的人数有107人，比顶年同时间增加4成。有儿童就讲，伊伫外口的球场拍球，才拍无1点钟，就因为掉沙吐2摆。因希望台湾会当参考国外的降温设备，像是麦地那的那个大洋伞味，可以补充就是环境的效益。它还可以有一个好处，就是可能结合文化，像如果在高雄，它就可以用那个高雄美浓的客家之伞。有民团和学者伫8个县市公园试温度，发现儿童耍的沙和其他设备平均高温有到60度，因着呼吁政府应该要提供儿童安全友善的环境。医生嘛表示，若因为高温，致使儿童无法度出去耍，嘛会影响到因的发展。这类的公园其实对小朋友来讲，它就会有各种不同的挑战，比如说感觉统合啊，或者是动作协调的这些练习。那如果都没有到外面去玩，那这些能力其实就很难被训练到。经过各界提出无同的建议，内政部表示会配合环境部来规划公园杂质的措施。绿树啦的这些植栽啦，能够达到一些遮阴的效果。那也透过一些风廊的设计呢，能够有一些人工设施物呢，也能够让这个
公园的围气后呢，能够有一些通风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啊。气候的变迁唔但影响到大人，儿童嘛会受到冲击。主办单位呼吁政府爱重视儿童的需求，互政策的规划通好愈来愈齐全。记者陈心彤、谢桂玲台北报道。咱继续来看今仔日的报纸，头先咱来看联合报。行政院规划推出4项和厝体有关的政策，今年开始到2028年会开放1.1万户的社会住宅，和厝内有6岁以下囡仔的家庭通住满12年，也会扩大这租金补贴的范围。再来咱看《中国时报》，行政院会今仔日拍算要通过药检流程的方案。伫咧请2年的药检留职停薪期间，会有30天通以高1日的方式申请，而且1年有14天的暑假和家庭照顾假，通以1点钟总单位来做请假，拍算明年元旦就会当实行。再来咱看《自由时报》。台南一个兼职做摄影师的姓吴的查甫人，伊涉嫌透过社群交友软体，也是讲参加 cosplay 摄影活动，用拐骗甚至是强迫的方式，上无是性侵29个未成年少女。咱来看详细的报道。这个性侵害的案件，受害者年纪上细汉才12岁。云林地检署长有照强制性交和儿童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等罪嫌来提起公诉，求处25年的当刑。警方到4月10人住的所在，当场查扣摄影器材甲做硬碟。伊涉嫌对2016年到2024年经由社群交友软体，也是参加实体甲实扮演摄影活动，诱骗强迫29名未成年少女，并且性侵害，也翕一个影像留起来。云林地检署查查伊涉犯刑法强制性交甲儿童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这罪嫌，该提起公诉，具体求刑25年，将议员关押禁见。经清查，共有29名少女，年龄介于12岁至17岁间。本案无性摄影师涉嫌刑法强制性交及儿少性剥削条例等罪嫌，求处定执行刑为至少有期徒刑25年。看越多越好，因为我跟很多人嘛，那有些人他们就太小，不能就是说不能出面啊，然后怕家长知道啊。警告事件起因是2004年底，一个云林女高中生团4号一4、50人性侵害，家长传伊验伤报警，4个定情，代志才爆出来。专案小组也伫3号2条内底发现6817部无共少女遭到性侵害影像。内审基金会认为，青少年时期想要展现家己争取社群的认同，小龙摄影师以免费翕相摄影，尽管的心思以互惠合作这方式诱骗，互人误入陷阱。先去讨论，那我要照什么样的照片？我的尺度、我的服装、我的风格，那要用在什么用途？找一下伴，找一下家长跟着自己一起，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相对保险的事情。然后地点上，我们选一个公开的场域。妇女团体建议，父母囝儿中间应该先处理理解信任，再一步一步协助引导。云林地检署强调，受害未成年少女上细汉只有12岁，将也无发现有被害人的影片，往世界乱寄送，也呼吁家长爱注意出来的囡仔有各样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柬埔寨诈骗集团涉嫌联合台湾的黑道，开大钱去做饭店的场地，找人来假做投资的民众，也佮甲演讲者用 AI 画面来换做台经院当市长的面，拐民众来投资哦。这一年就骗10几个人，损失的金额是超过1亿。当贵数西米露出现全场拢是破声，讲述行上台前，分享投资理财。希望大家都能够认认真真的好好的赚钱。内顶公家吹甲全埔受到大家喝彩，不过这场见面会为讲者甲听众拢是事前准备好的，出来早读剧本，现场应该就真的。在一些高级的宴会场所、宴会厅拍摄影片，会放到这个有被害人所在的这个群组，营造一种股票公司运作很正常。警方查出的在台嫌犯，未少有帮派背景，涉嫌替柬埔寨诈团做代志，开大钱做饭店的场地，招募大量临时演员，用假投资老司见面会打造甲有模有样，每一届卡要着都开挖8万，专程拍片记录上传群组，背后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互被害人伫投资骗局愈陷愈深。冒用股票老师名义于群组内授课，及冒用投资公司名义成立假投资 APP， 谎称可获得高报酬。
编开群组对话内底提起的五教授也是无名使用，嫌犯透过 AI 画面将讲者的面换做台经院董事长吴中书，也是有名企业家吴国林等专家学者以假乱真，提悬可信度无到1年就18人受害，骗超过1.2亿，警方搁较无排除害人自杀。家属捌悲伤上验，导致去年12月，台北市内湖一对母仔囝发生哄骗千万，将其尾惊上绝路。这个案经过刑事局调查，怀疑死者甲专案有高度关联。不过，即摆落网的17人，虽然有部分方起诉，却只有1个人有方羁押。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高雄市消防局的报案系统伫咧去年是定出问题，调查发现，才知影讲是30岁姓潘的查甫人，伊做骇客入去系统，甲救援情报卖互送终结者。这内面甚至是有台达电的员工协助。目前姓潘的骇客在押，涉案人数是以3万至50万不等交保。高雄市消防局救护车出勤，拢由亲子中心指派各地119报案系统，拢有简单的资讯提供民众查询。2024年6月到8月，系统连续异常影响运作，亲像互骇客攻击，原来是4件变装业者为着要较紧去到现场，得到优先承办上总事宜，找骇客入侵高雄市消防局119报案系统。相关资讯提供予殡葬业者，使特定业者得以提早前往现场抢客。于114年3月28日。6月13日及6月24日多次执行搜索。检调调查发现，除了30岁姓潘骇客，亲像也有科技大厂台达电员工也涉及。根据了解，这名涉案的台达电员工是姓郑变装业者的支付，协助伊解密姓潘骇客提供的资讯，以便简化使用。他帮我整理那个顺序而已啊，他也是有点半被我离谱啊，所以我对他很抱歉，我真的对他很抱歉。去姓郑变装业者公司登记地址查证，处主透露，双方是亲情，处只是证明和对方做商用登记，无从事任何变装业务。这个是商业用地的，他要一个商地登记办那个丧葬业、殡葬业的公司行号啦。他有在这边作业吗？还是没有，都没有。检调扩大调查，目前姓潘骇客在押，涉案变装业者资讯工程师4名被告，世间被告等人分别以3万至50万交保候传。高雄市消防局表示，119通报系统甲其他21关市共款，拢是由消防署提供，后续会继续强化资讯安全。科技大厂台达电当日查证，敢是有员工涉案。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美国根据232条款，6月初时开始要甲进口港陆产品的关税加降50%，影响到台湾的产业。经济部长龚明鑫和市长陈其迈在高雄劳斯和口径业者来讨论，讲会提供金融等等必要资源的协助，帮助产业来渡过难关。会前斗阵协商，象征政府甲业界一条心。美国6月引起232条款，将进口跟阿鲁米产品关税加到50%，互咱的螺丝甲扣件产业上受影响。经济部长龚明鑫去高雄，由市长陈其迈陪伴，甲业者开会，了解产业困境。如果世界都是232的50%都一样，我们还可以竞争。但是如果有差别待遇的话，就很难讲了，就很严重了。我们1年要缴那么多税，已经面临着一个全球的一个竞争了。你看，如果没有跳降，我们中小企业怎么生存下来？业者发声希望中共降价加降价应所税，因为关税提悬真济原料继续起价，加上政治站啊新台币汇率急升增真济压力，互不少企业面临艰难挑战。面对业者困境，经济部甲区市府强调会全力协助。这是一个新的一个变局。咱看要安怎来做一个调整这讲较无输赢的，上升调整成功，迄个人就是胜出嘛。龚明鑫承诺会提供避险工具甲银行贷款等现金，但业者想要开拓市场或者是升级转型，提供相关资源补贴。业者大部分是中小企业，经济部考虑带业者甲工会拍团体战，鼓励企业抢占全球的市场。中小企业所以要单独出去参展可能比较困难。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比较大型的台湾馆？那政府出钱，让这些业者工会来组成，展完以后跟这个通路端或是需求端可以更紧密的结合。
业者烦恼短期资金长期影响营运，希望政府同案协助。会中了业者提出将 AI 导入产业可能，公平显表示赞成，正在全力协助。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国际新闻来看，伫咧葡萄牙里斯本真有名登山流浪，吹山出意外摔落来，上无是有15个人死亡，18人受伤哦。有民众讲，亲目睭看到流浪失控，完全无动，甚至有人是跳塘啊逃生。救援单位紧急出动，里斯本世界有名营销登山单车摆尾弄到建筑物，车厢损害较真严重，救援人员会将乘客为内底救出来。Foi o primeiro a ficar sem travão, sem freio, não sei ao certo o que é. Nós, pronto, ficámos logo a ajudar. No momento em que vamos para ir ajudar, vimos o elevador de cima a vir desenfreado do lado de cima. A única coisa que nós conseguimos fazer foi virar costas e começar a fugir para este lado da avenida. 另外一个人表示，看到缆车过失控完全无打倒啊。另外有人讲，缆车失控的时阵，乘客拢跳出窗啊，惊甲大叫。Estão em estado grave, estão nos hospitais. Lisboa está de luto. Eu acho que todos os lisboetas estamos de luto. Isto é uma tragédia que nunca tinha acontecido na nossa cidade. 营销登山缆车平常时载旅客甲市民，这路线180公里启用，连接里斯本市中心公共广场甲夜生活出名的上社区。伊是里斯本大众运输 Caris 营运的3条登山缆车之一。那观光客来坐，当地居民也定坐。Caris 声明，包含每个月甲每礼拜例行保养维护都有照规定完成，每日也拢有检查。这缆车每年载差不多300万人次，伊有2台车厢，每一台应载差不多40人，分别固定伫看显更难的2边，由安装伫车厢的运动摩打提供动力来刷震动。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伫咧韩国首尔中部一个公园，即阵是出现3D 投影的警察，伊逐天暗时拢准时上班哦。这个投影的警察会甲民众提醒讲附近有监视器，若准有紧急的状况，警察就会随处理。然后咧发现讲，伫遮啉酒闹事的问题有减少，这犯罪率嘛降低22%。警察全副武装，就安尼直直徛伫首尔市中心的阿里沙子，真就看这警察的身体是半透明的，伫乌麻麻的公园内面，雄雄出现个武器，难免互人看一个起鸡母皮。但伊其实是守护过路人有功劳的专项投影警察。 일단은 일반 사람 같이 생겼고 밤에 봤을 때 그리고 이 일반 사람 옆에 있다고 생각해 경찰관이 드니까 저는 안전하다고 더 느끼는 것 같고 개인적으로는 아무래도 이 지역이 좀 술집거리이다 보니까 술을 드시고 이렇게 많이 돌아다니시는 분들에게 좀 더 위압감으로 다가와서 좀 더 안전한 거리로 만들어질 수 있을 거라고 생각을 합니다. 首尔的中区以及路商店街附近的土东3区公园，暗时定传出有人伫遮相拍，真侪人唔敢经过。为着解决这个难题，首尔中部警察局的警员金秀香想着讲，会当利用科技，让警察真有存在感，四界拢看会到。 가족이나 친구들이 공원을 지나갈 때 너무 무섭기도 해서 돌아간다는 말을 자주 들었어요. CCTV나 뭐 경찰관들이 24시간 모든 곳에 상주할 순 없잖아요. 要打造这种看会到的安全感，第一步就是要放一块含真人警察差不多边悬的亚克力板啊，差不多175公分，再甲移落的警察画面对后壁精准投射，对头到脚清楚呈现。 飞机警察会发出语音的信息，提醒路边的人，这区有设监视器，若是拄到暴力、这紧急状况，警方会及时来应对。对2024年10月增加单，这个区域的犯罪率真正降啊！ 이번에 홀로그램을 도입하고 범죄율이 22% 정도 감소가 됐거든요. 특히 효과를 보인 건 어떤 주치로 인한 폭력이나 시비 같은 우발적 범죄들이었어요. 投影警察执勤的时间是每天暗时的7点到10点，每2分钟会出现一摆，配合 AI 监控镜头，各一次都会通的紧急铃，三重保护，互行过这条路的人加减拢会较守规矩。公司新闻温鸿仪编译。今日国际上也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来看世界。 中国吹沙在北京天安门举办阅兵大典，伫咧活动开始进行，中国国家习近平所和罗西亚总统讲话时阵，互发现讲有讲到器官威胁，也有重心不落的对话，嘛引起国际讨论。再来，伫咧美国佛罗里达州的首席卫生官员吹沙是宣布讲，要停止所有州级的疫苗强制令，嘛包括囡仔读册的时爱做的疫苗。 这是全美国第一个安尼做的州，有专家就惊讲，像麻啊这款严重的传染病会阁流行起来。
虽然伫咧美国智库有报告指出，中国伫咧台湾主张的专属行政区内底有设置油平台，上近离东山群岛的限制水域才48公里。咱总统府是回应讲，咱的国防和安全单位拢有掌握到，我要求中国应该爱出面说明，或者爱停止非法的设置和开采。台语文看榜来关心台语事，经发声案也个咧审理，新庆境的辩护律师就讲，检察官用台语问话是违反法院组织法，应该爱用国语。有台语团体和律师是表示，国家语言发展法是认定国语是包括台语、客语，也有原住民语等等的国家语言，所以伊嘛要求修正这条文的用词，应该爱来改做，应该用国家语言才对。台北地方法院也个咧审理金华城案，所有律师指出，顶礼拜台北地方法院审金华城案的康检定书，检察官专程使用台语问话，说予申请金的辩护律师以违反法院组织法的第97条，应用国语提出异议。律师认为，申请金的律师的诉求已经违反国家语言发展法的精神。他的辩护律师都欠缺法治上面的常识，连检察官使用台语在侦讯光点里面出现台语，都还要被异议说啊，你违反法院组织法，完全没有看到国家语言发展法已经明文规定，你不能歧视任何语言。台基近期推动联名拜三召开记者会，指出照目前的法院组织法规定审判时应该使用的语言，虽然以前在1938年是规定应该用中国语言，1989年修订应该用国语。联名指出，即马应该爱改做用国家语言才对，安尼才会下国家语言发展法对国家语言的定义，确保台语、客语、原住民语和马祖语等等的族群受到公平的对待。虽然即摆有人建议讲，伊照讲应该当改水这国语，不过像即届伊律师提出来讲的，伊认为国语就是华语嘛。虽然即届诉求其实嘛真简单，就是咱应该改即个国语，甲正式改做国家语言。伫中华、云林和甲嘉义，拢有超过60%以上的人，因是以台语来思考的。伊爱去即个法院吼，爱讲话的时阵，你强逼伊讲华语，伊是无法度会完整来表达伊的感情。台基近期推动联名，指出台湾目前也有86%的台基人口，特别是中南部地区更较普遍。联名主张应该伫司法现场，法院应该爱先调查当事人希望使用的语言，然后提供翻译服务，互民众会当用家己熟悉的语言来维护家己的权益。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新竹市东区的高翠路173项路口，伫咧几天来小连续发生车祸哦。除了汽车甲机车相撞，也有过路人去互乌巴弄着伤。里长就讲，进前就捌甲市府要求爱踩青红灯，今仔交通处是回应讲会来提出改善方案。穿白衫的民众行伫路口的过路线，无想到后一秒就去互一台机车弄着，过路人甲骑机车的人拢倒伫涂骹，就伫同一个路口，顶个月才发生汽车甲机车相划。当地民众讲，这路口是真危险。我是觉得蛮危险的，我们平常在这边开车也是觉得这路口是真的需要一个交通号志啊。那一个绿灯一起步的话，看到的是下一个路口的绿灯啊，然后晚上这边又没有什么主动的号志，只有一个路灯而已，所以他们通常都会想到抢快要过那绿灯，然后就疏忽掉这个路口的行人穿越。当地里长建议，这路段的车红灯设计应该重新规划交通号志的设置，才当真正解决问题。市府是回应会提出改善方案，伫后届交通改善小组进行讨论。上一次车祸之后，这次就来画这个所谓的视觉性的警示带，放上去之后，你们可以看到这个车辆根本就没有在减速。是否将调阅该路口近年的事故资料，研议改善方案，并提至下周交通改善小组会议讨论。新竹市高翠路是往科学园区上班的重要道路，车流量大，里长希望相关单位会当重视交通问题，以免再再发生危险的事件。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伫咧彰化，佮发生未交白的事件，有议员就指出，目前台湾有17个县市有定动物保护驻地条例，也毋过彰化佮当时也无处罚的规范佮条文哦，伊就要求县府爱制定动保条例。县府是答应讲年底会提出草案。
车后斗拍开，袋仔内底底的那像是互人破病的狗肉。台湾最近集团出卖狗肉的事件，其中有3件买卖是发生伫中华，但是有机关指出，就算是当场掠到卖狗肉的现行犯，嘛是爱等采用送检，阁有行为人趁这段时间就出境，根本掠无人。这个狗肉拿到后，取样到验证，完全证明它是狗肉，需要大概8到10天的一个化验的动作。相关行政上的，不管是法律上的一些不足会造成一些追捕上的一个困难。议员吴伟达指出，目前中华是用旧的谴责管理办法，并无制定法则，嘛无预防抬高的条文。伊伫议会质询的时，有要求县府爱赶紧制定动保驻地条例，而且纳入移工雇主的管理责任。县府表示，会伫年底提出草案送审。动保团体嘛讲，除了地方爱加强驻地条例，其实中央法规的空棚嘛一大堆。他们不会在光天化日之下，或者在大马路边就直接宰杀这个犬猫，一定就在室内。但你室内你要去取证，没有公权力或者没有一些搜索票，是没有办法去完全取证成功。相关的立法可能在修改，只要你持有这个动物的土地的话，就是视同宰杀，把这个刑期跟罚则都一定要相对的提高。动保团体表示，目前动保法敢若规定，杀杀狗仔有刑事责任，卖狗肉是行政法，而且杀杀认定的条件严格，根本罚袂着人。动保团体呼吁中央机关爱守法，重新参详杀杀的认定标准，卖狗肉加重处罚，才会当真正约束违法的行为。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高雄市去年8月有公布这火灾预防驻地条例修正案，甲5楼以下一般住户列入去爱到火灾警报器的范围哦。若是无到考抗了后，阁无改善，对9月初1开始相关是罚3万。目前高雄市也阁有5万户也未到。就是这政府分的。民众提出火灾警报器，讲这是高雄市固本的，因为伫咧领着进前，家己就先开钱买转来投啊，所以就留咧备用。经过1年的宣导，高雄市对9月初1起会针对5楼以下一般主体，若是无到火灾警报器，经过考抗阁无愿意改善的人开单处罚，相关会当罚3万块。有民众讲警报器真正爱到，安尼安全才有保障。政府未补贴的时阵，阮囝拢买转来装啊，阮可拢共装咧，装免钱的咧。为着人的安全无，大约是67万户。那本局已经补助约62万户的每一户1颗助警器。那剩余的均是这个空屋以及拒绝接受补助的住户大约是5万户。消防局表示，以今年来讲，因为警报器即时通知降低火灾伤亡的案件，拢总有24件。目前高雄的警报器发放率已经达到9%，针对也未达成的7%会来加强劝导。不过有立场建议，干那看发放的数字未准，要确定警报器是不是有真正投起哩，安尼政策的推测才有意义。有第一线的同仁咱较辛苦的，咱到第一线的时阵，咱就直接来帮咱的居民来帮伊安装，毋是讲互伊签收了，是咱帮安装好，安尼照实来安装确实会当保护到咱居民。消防局讲，目前也无开发的案例，后续会针对要发生火灾主体加强巡查。立场也建议，巡查时阵要去了解警报器是毋是到着所在，也佫有电无，避免拄着状况，速步发度发挥效果。记者郭家祖、柯昭阳高雄采访报道。为着要鼓励大家生囡仔，南投草屯镇公所是宣布讲，对明年开始1月正5岁囡仔，只要生日就会当领2万块的红包哦。专家嘛提醒地方政府，除了送这生日礼金，提升教育环境嘛真重要。伫南投草屯生囡仔，生第1梯、第2梯，通领4万块；生第3梯，通领6万块；生到第4梯，通领7万块。因为有生育津贴的加持，草屯逐年有600外个新生儿。专定的人口数嘛直直增加，顶个月底已经超过是97000人。即马草屯镇公所阁拍算对明年开始，1岁到5岁户口伫遮囡仔，逐年有2万块的生日红包。要刺激生小孩，应该还是不太可能。不过钱都是不无小补。教育费啊，远远超过补助，对啊，所以我不会心动。
即这顶公所才宣布要分奖金，鼓励刷户口。即马草屯顶公所是拍算分生日礼金给囡仔。针对这个现象，有学者指出，向顶公所发现金，拢是希望甲人留伫地方生活，减少人口外流。不过嘛，提醒地方政府，家长重视的其实是教育环境。建议讲，咱这个乡镇公所吼，除了分现金以外，要安怎提升教育环境，这嘛是一个最重要的部分。我想要推动鼓励我们年轻父母亲养育小孩不用烦恼公所会来帮他们的忙。草屯顶公所表示，目前草屯1岁到5岁囡仔大约有3000人，自动生日礼金一年的预算大约需要6000万。公所每年存的余款拢有4-5千万块，目前大约有9亿个余款也未使用，礼金的财源无问题。记者辛平仪南投报道。国家人权博物馆对2018年开始举办绘本创作培育工作坊，嘛和出版社合作推出2本人权教育绘本哦。甲这维权时代伤痕透过绘本的图样来表现，希望人权议题会当互拢一人理解，嘛正做传承历史记忆的一种方式。绘本描写着故事当中代表政治受难者的家属的老母，一直看窗仔门，讲有恐怖的人影。不过对囡仔角度来看，啥物就无。这个人权教育绘本合作通，作者用囡仔角度来看维权时代留落来的家庭伤痕。受难者家属跟他的后代怎么样去看待？威权时期结束之后，但是仍然有威权幽灵存在的这件事。搁一本是我阿嬷总是听到奇怪声音，用声音来描写阿嬷的创伤。明明就是快乐的炮仔声，阿嬷听起来却是庆声。这2本册是国家人权博物馆的人权教育绘本创作培育工作坊第4届得奖作品，伫咧拜3举办新册发表会。窗透过家庭的场景，展现了域外之求的压抑与等待。我的奶奶总是听见奇怪的声音，则是透过祖孙对于声音不同的认识。描绘了历史记忆在不同年龄层的延续。我们透过这样种种的这些不管是我们的这些绘本，或是很多的这些载体，所传达的这些价值，我都希望说，是可以让更多人理解过往这些历史脉络，那理解才可以走出上头。人权博物馆对2018年就开始透过绘本，甲学讲出嘴的伤痕，透过动游来做表现，希望历史的记忆会当互人看到、互人理解，嘛加做传承历史记忆的一种方式。记者台选林旭凯台北报道。面对减碳、极端气候，也有少子化挑战，农业是受到真大影响。为着要运用科技创新来帮助咱的农渔产业，有民间企业就真济单位伫咧台北举办台湾智慧农渔周，希望互咱的产业如有国际竞争力，嘛通找到永续发展的方法。台湾面对气候变迁和国际减碳的压力等等，咱有真济挑战。为着要运用科技创新来帮助农业、渔业，有民间企业就20外个国家、学校等等，拢总400个单位伫台北举办台湾智慧农渔周。面对气候的无稳定，科技嘛通好来帮助农业和畜牧。就有科技公司运用 AI 技术，唔但会当检视环境的数据，嘛通好了解经济动物的生长状况。它在什么季节会开花，那都是有一个标准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给它一个最好的舒适环境？所以我们做这些监测以及自动控制，最主要就是要做到一件事情，叫环境和谐，也就是让我们的整个现场换漏率好、获益高，同时又不伤害我们的地球环境。另外，为了渔业资源的永续发展。大部分的民众较爱食野生的龙虾，海洋大学嘛结合科技，推出 AI 倒饲饲料的技术，来帮助饲龙虾的业者，嘛希望鼓励民众为着海洋生态，较卖食野生的龙虾，互海洋资源通好永续。一个所谓的绿能的概念来想的话，其实开发这套技术的话，我们就不会使海洋里面的资源枯竭，所以可以达到一个永续的一个概念。那现在其实龙虾之所以会这么贵，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苗也捞不太到。农业部表示，这几年台湾的政策方向就是希望在咧面对各种挑战的状况，推动全民智慧农业减省能力，让台湾的农渔业通好有竞争力。这个施政主轴就是智慧、韧性永续、安心。
那基本上这个智慧就是摆在第一位。台湾智慧龙鱼洲对9月初3开始展览3天，希望会让互民众了解目前科技对龙鱼业的帮助和发展，看到台湾的国际竞争力继续走向永续发展。记者陈心彤、谢桂玲台北报道。传统工艺嘛对着 AI 的脚步咯。日本有超过1000年历史的布西定制，因为介绍官用多少真侪少年人是不爱用，为着要保存这项传统技艺，有业者是引进 AI 辅助，用传统的元素来设计现代风格的花草，希望打造少年家会喜艺的新美学。这部机一直震动，工地的间断一点一点到处倒汗。这是日本超过1000年历史的西定制，原本按照师傅手工配合这部机做出的布，即马靠 AI 人工智慧研加速布的生产，也可能迸发出更较侪无同款的花色。We try to integrate modern technologies with traditional craftsmanship. For example, here we have a traditional kimono made by the technique of Nishijin Ori, which date back hundreds of years. 西定制的起源应追溯到日本古坟时代，大约伫西元5世纪或者是6世纪。这是一种由彩色细线做的花纹纺织品，是日本京都市传统的织布技术。因为制作真繁复、真难得，在日本平安时代是贵族专用的布料。这种传统工艺即马大部分用来做护肤，不过受一套护肤的技术真悬，爱数百万一票，甲用的场效大部分是政治场效影响，互新世代对西定制商品的市场需求减少真多。为增加少年族群的兴趣甲喜艺的程度，索尼电脑科学实验室开发出辅助设计西定制多样的 AI 人工智慧，应帮助师傅将传统美学转化做现代花色。従来は伝統文様を帯や着物に表現していますが、これからはソニーさんと組んで。若い人たちにももっと受け入れてもらえるような文様を開発し、さらに帯や着物だけじゃなくていろんな用途で使ってもらえるように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透过互 AI 吸收数百张即色花纹的图样，互 AI 理解日本传统的花色，而且家己产生出其他即色花纹图样，而且学图像设计师修改图片，或者是将图片转化做数据，互设计师干咧爱替换部分的图片，等由 AI 学习接手将图片转化做数据的工作。安尼，应将过去需要几日或者是几礼拜设计制作时间，减少到几秒钟来完成，互师傅免用伤过济时间去换丝细线，反倒等有更加侪时間專心地創造新的花樣。豊かっていうのはお金だけでもないし効率だけでもないし、その人がなんか充足感を感じるようなところだと思って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それはまさに伝統的なところとそれから最先端の技術っていうのが融合すれば、すごい幸せっていうのはもっと促進でき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ってます。目前西定制的師傅按算必須將編織技術應用喺吊高、無人機零件等工業級的編織原料頂懸，希望拓寬西定制的應用範圍，透過互科技扮演輔助角色，努力喺一直變化世界內底保持商品的競爭力，互少年人能夠駕馭充滿文化氣息的傳統紡織品。公視新聞陳時東報道。咱做回來關心今仔日各地的天氣預報資料。北部地區26度至34度，中部地區25度至33度，南部地區25度至34度，再來東部地區25度至32度。再來廣東地區27度至32度，再來是未來3天的氣象。感謝鄉親收看《早起新聞》，咱明仔載再會。